来，天然呱呱老师听通日好。好，第二位呢，你送给打开来准备动作哦，张边左边，慢慢的调起一下。动好，第二位你把脚吊起来。好，做得紧要，你尽量7到10分。动好，双手卡起来。第二位你双手向口前上，好，留意你把肩头向容高。好，第二位你双手平平收转来，记得咯，你手指公对手指公，手掌顺势莫跌下来，出来好对你向铺盖位啊。当好10个礼拜2只动作准备，好强壮的运动嘅时间，我随时记得调起哦。好强壮，你两下做双手开合。出嚟，好，加入咯，你撒下來第3隻動作，手向蛋糕下皮來，兩隻動作強壯，你手掌盡量順切向蛋糕放過來，腳趾小腳起來哦，7到10分哦。出嚟，雙手你數下來。好，第二位你記得手愛順切來，10個手轉來。好，訓練你手嘅肌肉哦，腳莫停哦。好，來你試隻動作練起來。加入。好，強壯你嘅雙手卡起來，平平。好強壯會記得跳起哦。好，來你雙手打開來向蛋糕。出嚟，加入會記得跳起哦。好，第3隻動作嚟。好，雙手你拉下來，手掌順勢慢慢的拉下來。好，用下太嘅力量，將手慢慢的拉下來。出嚟，撒下來，將你嘅雙手夾不挨，邊牽跳，師傅抽下氣。好，慢慢的轉來。好，10個禮拜哦，師傅抽下氣，慢慢的轉來，10個呼下氣，非常好，轉來。好，你聽練音樂開始。好，大師講你嘅起跳步唔鬆鬆，嘅速度做得做很慢啲誒。好，做得緊要，聽你嗌嘅速度。好，你準備第2隻動作，腳卡起來加上雙手。好，強壯我記得跳起。好，你準備第2隻動作，呼下氣了。好，強壯呼下氣嘅時節我記得，師傅慢慢的抽下氣，起跳不用輕鬆，慢慢的做，身體一點點向跳先。當好，準備第2隻動作。好，強壯第2位，你慢慢的跳起一下。好，強壯你師傅準備呼下氣。好，記得咯，師傅抽下氣，唔會超過起跳哦。動作盡量做是好，慢慢的做，唔會受傷哦。好，第3隻動作準備加入。好，強壯我記得跳起。出嚟當好加入哦。準備師傅呼下氣了，好，師傅慢慢的抽下氣，慢慢的呼下氣是做得嘞。好，來出嚟，唔定用伴奏嘅朋友冇上過呢。能我入面10個講日擺哦。好，記得你嘅師傅慢慢的抽下氣。好，我記得你嘅師傅冇超過起跳，慢慢的帶轉來。
每本起跳手上时候，当好，好再个练习失败，出嚟，非常好，你轉來聽你音樂，當好哦，加油！好加入你提示及動作雙手準備，好強壯隨時注意調戲，好雙手緊來緊高，半人嘅身體放過來，出嚟。好撒下落你師傅酷下戲，哦，我記得酷下戲嘅時節調戲下下多，當好再講一擺。當好撒下來呢，將應該雙手夾不挨，瞄到體內，再講強彈高，好強壯，點點酷下戲，好假使講是跳唔上上酷是辦事好，手寸起來，當好做啲嘅話，你聽人音樂，就瞄體內，好原來你下盤不該啲掉，去隨時調戲，好手寸起來，再講瞄體內。出嚟好，你提一動作準備。好，你嘅腳會踢到師傅，好攞師傅酷下戲。出嚟好，呢個動作衝下做，你嘅腳會喊下入力。雙手瞄停落開始，強弱我記得調戲，出嚟，停一隻動作，你準備開始，好，慢慢地調戲。雙手變牽跳開始，好強弱我記得調戲哦，調戲。好，你雙手瞄體內開始，將蛋糕串起來，出嚟。加入最尾兩擺，好加入雙手打開來向蛋糕，強壯腳舉起來，每唔記得咯，出嚟，腳前兩踢到師傅，好雙手變牽跳準備。好加入最尾兩擺嚟加入，先到體內，出嚟，好，再講一擺，你提一隻動作準備，好強壯，我愛相信大家兩下勞動都很累，好強壯，我記得調戲。動作持續做，所有嘅動作輕鬆做時好。準備師傅酷下戲，好雙手瞄體內加入。好，我注意調戲，出嚟加入哦。停一隻動作，你加入。好強壯，我注意調戲，好愛啲大家自己動甜咧，呢個喊起我記得調戲哦。好強壯，你雙手準備開始。動好，雙手準備開始。
好，对 Annie 伫两位双手头起踏步收起来，慢慢的手打开来。好，再个预备双脚持续踏步，慢慢的休息一下。好，再个预备 Annie 双手起来，好嘞，头起打开来，动好哦，最尾一摆了，加油！慢慢的头起不用向上。动好，大家辛苦咧，大家就会动好，拜拜。